多謝各位今日嚟臨香港享譽品牌大獎2026頒獎典禮，非常榮幸可以同各界領袖及企業代表聚首一堂，一同見證新一屆嘅享譽品牌獎項嘅誕生。上年大獎獲得業界廣泛認同，亦都吸引咗好多優秀品牌踴躍參與，充分反映香港企業對品牌專業發展越嚟越重視。我哋深深感受到商會肩負咗一份責任，要繼續為各位搭建高增值、高規格平台，提升大獎嘅代表性、認受性同埋參考價值，令到香港享譽品牌大獎成為值得業界重視同信賴嘅標杆。大獎頒獎典禮成為大家期待嘅年度盛會。香港享譽品牌大獎又叫做 MIB Awards， 旨在表揚消費者認知、市場影響力同埋行業領導力嘅方面表現卓越嘅品牌，彰顯香港企業嘅創新實力同埋專業水準。今屆獎項進一步擴展至6大範疇，超過30個類別，涵蓋香港多個主要行業，為本地優秀品牌提供一個更具影響力嘅展示平台。我哋希望表揚企業過去1年嘅成果之餘，鼓勵大家繼續追求突破，推動品牌發展，亦都係香港整體商業生態注入更多嘅動力。今屆大獎以智創新局、遇見共鳴為主題，正正回應當前品牌發展面對嘅核心挑戰。喺科技急速演進、市場演化迅速嘅今日，品牌要突圍而出，真係要做好2手準備。我真係講緊2手，第一手就係要善用人工智能同埋新興科技，提升營運效率同埋市場洞察。而另外一手呢，就係越嚟越重要，就係以科技之外呢，喺同消費者建立更加深嘅情感聯繫同埋共鳴，延續佢嘅真誠同埋持久品牌嘅價值。我哋相信創新品牌增長嘅引擎，而情感共鳴就係品牌能夠持續被記住嘅關鍵。有齊呢2手準備，相輔相成，先至真正成為香港人嘅享譽品牌。每一個享譽品牌背後，都係多年嚟用心耕耘、投入同埋突破嘅成果。我喺度衷心祝賀各位得獎企業，希望各位今日作為新起點，持續提升品牌價值，為業界樹立典範。同時透過 MIB 呢個平台，同業界伙伴探索更多合作嘅可能，創造更大嘅價值。最後，我謹代表香港互動事務商會，感謝政府、評審團、參與品牌以及各伙伴嘅參與。希望大家未來繼續攜手喺變革中把握機遇，不斷創新、精益求精，創造同維繫一個令香港人引以為傲嘅香港享譽品牌。希望大家享受午宴，並同得獎品牌多多切磋交流。多謝各位。